點解同樣面對行情波動，新人會慌，老窩公呢就穩到好似冇事發生咁？因為呢，佢哋嘅世界嘅方式係完全唔同㗎。新人呢攞住嘅係價格，價格一喐呢，情緒就跟住跳。老礦工嘅係系統、電力、能效、難度、環境呢啲先至係真正決定挖礦表現嘅核心變量。對新人嚟講呢，升就係機會，跌就係危險。對老窩工嚟講，升跌只不過係噪音，系統穩定性先至係底層嘅邏輯。佢哋都知一件事，挖礦唔係短跑，而係長時間同能耗、溫度、設備、狀態打交道嘅工程活。只要係機器穩、電力穩、環境穩，周期嘅波動根本唔影響長期運行。更重要嘅係，新人攞到嘅係一日嘅價格波動，老窩工佢哋係1年、3年，甚至下一輪難度調整之後嘅格局變化。自覺唔同，情緒自然完全唔一樣。所以你見到佢新人每跌一下就會緊張，老窩工呢就只會問一句：設備穩唔穩？電夠唔夠？系統有冇跑偏呢？越了解系統嘅人，越唔會被短期行情帶住行。